4月11日下午，《奔跑吧兄弟》第2季在广州举行首播会，随后的媒体群访环节，刚刚经历了离婚风波的陈赫主动鞠躬道歉。他表示，前段时间因为我的事给大家添麻烦了，在这里说声抱歉。而后现场响起了一片掌声。陈赫继续说道，这季的 CP 感肯定还是李晨，更加不一样的就是有些成长吧，并不是上一季那么狗腿，也不会那么多背叛，也是会站出来战斗。人都在长大嘛，不管怎么样，希望能更好的去工作。据悉，今年1月22日，演员陈赫发文承认已经离婚半年，随后被曝劈腿，恋上张子萱，引发舆论一片哗然。之后，一度有网友要求陈赫退出《跑男》第2季的录制。